我係菲蜜斯，今日同大家講下 Chanel Classic Flap 同2.55 Flap 呢兩個經典款。呢個話題表面佢係講手袋，但其實係講人生選擇同價值觀。首先講2.55 Flap， 咁用嘅係 Mademoiselle 鎖扣。呢個鎖扣背後嘅意思係 Coco Chanel 一生未婚。未婚代表咩？係一種自由，一種獨立嘅宣言。Coco 用個袋話俾世界聽，我唔需要一段婚姻去定義自己，我嘅人生係屬於自己，所以揸住呢個袋就好似揸住一份對自由嘅追求。再係 Classic Flap， 係嘅雙絲鎖扣係 Karl Lagerfeld， 係1980年代重新設計嘅標誌。雙絲唔單止係品牌象徵，仲係一種時代象徵。80年代係物質文化急速膨脹嘅時候，雙絲代表咗一種我要擁有嘅精神。呢個袋係向世界宣告，我唔單止要自由，我仲要成功，仲要俾人睇到。你又會喺邊個袋呢？係堅持自我、追求自由嘅2.55，定係擁抱時代、展現自信嘅 Classic Flap？ 其實答案係咩袋唔緊要，最真正嘅價值永遠係你嘅內心。你話呢？如果你對好多奢侈品冷知識有興趣，想知道更多背後嘅真相，即刻關注我哋，唔好錯過。